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 Enjoy 嘅頻道啊！呢度會同大家分享小手工、旅遊資訊同埋生活日常㗎，希望你哋中意啦。未訂閱嘅快啲訂閱啦，需要你哋嘅支持啊！大家好啊，我係 Ann 啊，今次 Enjoy 孖女濟州遊啊，媽咪同埋阿女一齊去旅行啊！雖然曾經去過濟州，不過咧而家濟州咧多咗好多嘢玩啊！我哋今次打算去西部同埋南部玩啊！今次我哋2個人去啊，所以咧可以試多啲美食啊！我哋打算食炸雞、濟州黑毛豬、鮑魚海鮮餐，仲打算去網紅咖啡超滑打下卡添。好大風啊！今次我哋選擇飛自駕遊啊！快啲入嚟睇下我哋玩咗咩、食咗咩、去咗邊度啦！因為第一日朝頭早咧，阿 Joy 仲要返學啊，所以我哋揀咗坐下午機，去到濟州咧都差唔多8點鐘啦。落機嘅時候咧，阿 Joy 咧就話有啲頭暈頭痛啊，所以我哋咧都急急腳攞埋行李咧就走啦。唔知係咪咧？因為呢幾日咧都要考試啊，瞓覺瞓得麻麻地，所以咧我哋咧快快脆脆返酒店休息啦。今集咧主要同大家分享下濟州嘅少少嘅資訊，另外咧開箱酒店同埋我哋今日嘅晚餐。如果想知道我哋之後嘅行程咧去邊度玩咧，大家記住留意我哋之後咁多集啦。大家只要撳鐘仔咧，我哋嘅新片就會通知你噶啦。濟州島位於南韓嘅西南，面積約1848平方公里，人口大約67萬，係韓國最大嘅島嶼，有東方夏威夷之稱。香港直飛濟州大約3小時。天氣4季分明，唔同季節可以欣賞繁花盛開、賞楓、賞雪同埋海水浴，一年4季都適合旅遊㗎。景點主要分為東部可以欣賞火山同埋海景，附近嘅牛島咧仲可以喺島上咧租借電動車漫遊小島風光。南部就有漢拿山、茶園同埋沿海岸嘅大自然景觀。西部沿海一帶咧就可以休閒享受咖啡店，適合慢活慢慢拍照打卡啊。北部濟州市主要咧就係購物同埋娛樂，當地嘅特色美食咧包括咗黑毛豬、新鮮嘅鮑魚海鮮、脊骨土豆湯同埋濟州嘅蜜柑。雖然濟州島咧比較適合自駕，但係唔一定要自駕㗎。今次旅程咧就以非自駕嘅方式分享俾大家，希望可以讓未能駕駛嘅朋友咧都可以感受到濟州美麗嘅一面啊！濟州國際機場樓高4層，1樓就係入境大堂，3樓就係辦理登機手續同埋離境大堂，3樓仲有售賣輕食同埋賣手信嘅地方。餐廳主要分佈喺1樓同埋4樓，集中咗好多韓式嘅美食，又有美食街，價錢又唔貴啊！如果大家啱啱嚟到濟州又冇諗到食乜嘢嘅時候，或者離開濟州臨返香港前，不妨嚟呢度試下啦，因為選擇多又方便。喺3樓咧見到一啲辦理自助登機手續嘅位置啊，不過咧就應該係只係得國內線。自助退稅機咧位於5號入口旁邊，大家咧需要首先咧嚟到呢度辦理咗退稅先，之後咧就去到候機室買翻去櫃台咧攞翻退稅金額，因為咧都好多人排隊㗎，大家預留多啲時間啦。濟州島咧係冇地鐵嘅，主要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就係巴士啦。巴士有分紅色、藍色同埋綠色，同一啲觀光巴士。紅色巴士咧就係急行巴士，停靠點唔係好多，所以可以慳翻啲時間嘅。不過咧班次就唔係好多，而價錢咧就按翻車程有所不同嘅。藍色巴士咧主要係市區裏邊行走嘅，同埋連接綠色巴士嘅接駁點，上落點比較多啊，所以行車時間會比較長啊。車費統一咗每一程係1200won。綠色巴士咧就行走鄉郊嘅地方，帶你去到濟州更深入嘅地方啊。車費都係1200won一程。無論係紅色、藍色、綠色嘅巴士，都係唔接受現金支付㗎，大家需要預先買定交通卡啦。大家如果有需要喺機場搭巴士出市區嘅話咧，可以喺機場3樓 CU 便利店嗰度買定交通卡。地圖嘅 Apps 咧，我主要用咗 Level Map 同埋咧 Google Map 嚟輔助。喺韓國 Google Map 嘅缺點咧，就係唔能夠睇到步行嘅時間同埋路線。大家喺手機下載咗呢個 Apps 之後咧，打開就會見到呢個版面啦。喺版面嘅下方咧，我哋揀 Transit，喺上方輸入你嘅目的地，再按 To 輸入你嘅出發地。例如你搭巴士嘅，佢就會顯示咗巴士路線同埋所需時間。用法同 Google Map 咧相類似啊。呢個 Apps 好簡單易用嘅。如果大家想知道韓國嘅其他資訊，可以睇翻大一孤獨自由行嘅資訊篇，我會將連結放喺片尾。今次入住嘅酒店咧就比較方便啲，近機場，8分鐘車程咧就去到噶啦。呢個酒店正門啊，我哋夜晚到，而家影夜晚嘅景俾大家睇下。大堂咧就有2部啲販賣機嘅，賣嘢食嘅。早餐都可以有買嚟食嘅，其實都有飲品。跟住有微波爐喺度，
餐具啦，如果唔夠餐具可以落呢度攞嚟。有飲品機嘅，一杯杯飲品機。對角呢邊咧就有啲座可以俾大家休息，同可以有執下行李。部機咧就售賣一啲日用品啊，如果冇牙膏牙刷嘅話咧，都喺度買㗎。地下咧就係酒店大堂，2樓有健身室同埋洗衣房，3樓至12樓咧就係客房嚟嘅。呢間酒店淨係得一部 lift，呢度又係樓上嘅房間，唔係好大嘅間酒店。佢有密碼鎖嘅。入到門口咧就化全身鏡，另外提供一次性嘅即棄拖鞋。對翻過嚟呢邊咧就係洗手間啦，地方有頭頂式花灑同埋手持花灑，提供沐浴露同埋洗頭水，仲有洗 pat pat 嘅坐廁。不過呢間洗手間嘅設計咧有少少麻煩啦，因為佢個洗手盆咧喺正個廁所門嘅後邊㗎，所以你咧一定要閂門或者掩開少少咧先能夠用得到啊。池房對上咧就發大圓鏡，佢呢度嘅洗頭水啊、沖涼液啊同埋洗手液咧都係咧好似牙膏型咁樣嘅鏈去嘅。提供咗2套毛巾、紮頭髮嘅橡筋圈、棉花棒、化妝棉同埋一把梳。提供嘅嘢咧比較少啊，大家要自己預備牙膏牙刷啦。房間走廊咧有小型嘅廚房，不過咧冇提供煮食用具㗎，所以咧係唔能夠煮到嘢食㗎。提供咗電熱水壺、冇嘢嘅雪櫃、水機同埋可以叉電嘅插頭。有個小型嘅雙門衣櫃，旁邊咧就係2張床，一張大床，一張細床。床咧都好舒服㗎，軟顏色中對翻過嚟咧就有部電視，下邊就係化妝台，張台咧唔係好大㗎咋。化妝台隔離咧就有2張凳同埋一張小台，傾下偈啊或者買上嚟食咧都好適合啊。牆身咧都有插頭啊，方便叉電。因為而家係冬天咧，所以房間咧就會開放暖氣啊。不過咧溫度咧應該就係中央調校嘅，因為我試過咧好焗嘅時候咧，想降低到25度啦，降低唔到嘅，會自己打翻上去28度。房間都算乾淨企理嘅，我哋喺度 book 咗4晚，包早餐1900幾。酒店樓下轉角位咧就有間好小型嘅便利店，再下前少少咧就有間大少少嘅七仔。酒店位於新城區連動地區。附近咧就有新郎免稅店同埋連動步行街，地理位置優越，生活機能發達。酒店行過去5至8分鐘就到㗎啦。我哋今晚晚餐咧就揀咗呢一間，就呢間啦。因為咧見到咧好似好多地方咧都有嗰個脊骨土豆湯，同埋又想試下呢個牛肉豆芽湯飯。不過咧大部分都係辣嘅，咁所以我哋咧都揀咗啲唔辣嘅。而家啱啱咧上咗啲泡菜俾我哋食，牛肉豆芽湯，有飯嘅湯飯，另外一個骨頭湯麵。呢個咧呢一碗咧好多麻油喺裏邊啦，所以好大陣麻油味，同埋落啲芝麻落去咧都幾香嘅。個湯咧有啲牛骨湯味咁咯，都幾好。不過咧就我嫌佢個麻油多得滯，蓋過咗啲牛骨味咯。另外咧就嗰個麵咧就點身嘅烏冬咁樣啦，都 Q 彈嘅。有少少呢個牛肉粒啊，同埋有啲葱啊、大葱，有啲大葱係有啲牛肉粒好細粒嘅，有啲蛋花咁樣啦。頭先有一隻蛋嘅都，呢個咧除咗一隻半生熟嘅蛋之外咧，有啲泡菜喺側邊啦，啲泡菜，另外有啲大豆芽菜，同埋有幾粒牛肉，咁下邊就係飯嚟嘅。辣辣地，但係佢又不至於話好辣嗰啲，即係我接受到。我唔係好食得辣嘅，我都可以食到咯。不過我係要攤凍少少，因為熱咧更加辣，但係我都食到嘅。咁辣度唔算話好辣。跟住隔離咧有一間賣手信，濟州手信鋪。呢間手信店咧地方幾大嘅，佢樓下仲有一層咧就係賣啲酒啊，同埋一啲飲酒嘅小食。樓上咧就好多唔同種類嘅產品啊，有水果食品啊、護膚產品、飾品掛飾、玉棉毛公仔、面膜、磁石貼、衣服、包羅萬有，講都講唔完啊！因為濟州島咧出產墨金啊，所以咧有好多相關墨金嘅手信啊。另外仲有十萬石頭爺爺產品嘅 corner， 可以喺度一次過買晒手信，唔使左揾右揾啊！
啲二手商嚟嘅，呢個幾得意。啲賣做手信都幾得意喎，又有個紀念價值嘅。有幾種味道嘅呢個，有4種味道。呢啲係面膜。呢個佢話濟州蜜糖凡士林。因為阿昌唔係好舒服啊，所以食完飯行咗一陣，我哋就返酒店休息啦。第2日安排咗好豐富嘅行程啊，希望佢聽日瞓醒好返晒啦。想知我哋去咗邊度玩咗咩食咗咩嘅，就要留意第2集啦。記得撳鐘仔啊，有新片出咗我哋會即時通知你㗎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